程式来制作影片。按进去哦，先是看人家的影片，然后要按影集啊，拍15秒了，拍60秒，不，要先按一个加号，然后进去才是看到这个制作影片的。进去它是先拍自己，你按右上角，那个小图要按2次，才会看成向外拍。现在按影集，制作影集，像投影片那种，按影集啊。不对，要选照片才对啊。也可以选影片吗？按个选影片，选图片才对吧？很慢呢。